新北市的本土天狗的病例，今仔日阁增加14例，即马到达有43例。今仔日透早，市政府伫中和进行消毒的工作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表示，目前疫情控制伫中和甲新店，即马除了成立体检站以外，也会继续消毒，也呼吁市民爱食饼扫控制炭病网。 防疫人员挂风土病区，沿着巷仔进行消毒，无管是机车停靠的所在，也是室内停车场，任何表格拢无放过。新北市中和区早起进行大规模清消，因为拜六阁增加14例，中和甲新店两区天狗的本土病例累积到43例，中和、新南里都安尼加强清消。昨天清，前天清3天了。好辛苦哦，消毒就没有人煮了。 新南里里长表示，至少消毒5摆，扫落来也会继续落去。早起甲其他里长开会时，是互相吩咐爱提醒里民，唔通到高厝顶也是楼梯间的积水容器，而且水爱搁倒去流的所在。有水拢甲倒掉，倒去干嘛加落去，袂使倒水沟内底，若倒水沟内底又搁一直掉。 新南观光夜市也是清消重点，附近店家也准备好蚊仔水甲香鱼自我保护，也毋过疫情升温，加减影响生理。多多少少会少了，大家都会怕，看到新闻报道啊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参加活动的时表示，目前提出来的天狗日个案，大部分是旧案，现时也是控制伫2个行政区内。今天会做大幅度的全面清消，我们希望不断的清消。 不断的去找出我们的病支援源，希望成为源头管控。拜六增加的14例，包括2男12女，年纪伫52到84岁。新店区8例，中和区6例，一例住院治疗，其他拢已经康复。卫生局表示，有8例是主动体检测出来，研判感染区无扩大。目前感染区挖进山区，市府也伫山区报道沿线插警示牌，提醒民众做好防范的措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